古早有一个神秘的神殿，内底有足珍贵的宝藏。听讲有一位智慧之神伫咧遐镇守，足侪人拢无法度通过伊的考验，空手而回。到底这个非常了不起的人，何时才会出现呢？甲咱国小的小朋友，来，好，来，咱紧徛好。你敢知影今仔日咱要创啥？提宝藏。提宝藏，啊！你平常是教咧讲台语？有啊，等一下尽量讲，讲话较大声，莫闭嘴，安尼即马才会紧张。放好轻松，入去的时候就尽量耍，莫想遮尔济哦。石门收来啊！守护宝藏是个石门神。玫瑰智慧，爱找智慧之神。今仔日也有美丽又古锥的队长，大家好！今仔日的小朋友，我听讲哦，恁学校有这个种植农产品的这个课。既然你有这个农产品的课，我来考大家一个题目，我若是讲到青菜探险队员，你就做一个笑面；我若是讲到果子，你就要做一个爱哭的面。是结果。爱哭面。培灵啊！过来哦，高头果。高头果。我给你一个掌声鼓励。这个掌声鼓励哦，代表你一定会摕到宝藏。你讲好不好？好。既然是安尼，就提出你的精神，也够开力，大声讲出你的队名。我是大人民阿记，出发。我要讲你。汉士，你即摆是咧创啥？你是咧创啥啦？你甲我牵到啊啦？听到啊？是啊。伊狗也听讲会惊迄个树林的味，恁敢有啥物撇步？用粉，用啥物粉？高血粉。狗血粉哦。还有咖啡泡。听讲咖啡泡是毋放迄个狗血收，伊就会搬厝。伊都会搬厝，我会去啊。因为啉咖啡啊，精神足好诶，伊就想讲要搬厝。这嘛是种好话，你讲的是真个假？伊无啉啦，我是讲伊敢若闻到迄个味会惊，伊就走去，伊就换厝大安尼。这方法会使记起来。毋过主要莫用迄落生遮尔啊侪蠓虫，就是迄水莫积水啦，爱倒掉。厝内要变好清气啦。变好清气，这是上重要的。对。好哦，大家观念拢真好。即马要来甲恁考验啊，你有信心无？台中来囡仔子来准备接招，现在卡。看你安怎排，伫规定的时间内，各帮2名的人爱用形容的方式沟通，再搁照顺序甲身上摆去正确的位置。爱记住哦，形容的时千万唔通讲着顶面的字，若无恐惊会浪费恁的时间哦。汉士，我今仔日考的主要就是爱轻量嘛，爱晓讲台语，而且因的故乡有一个龙德伞足出名，你敢会当考验一下汉士甲白小姐甲红琪琪？面顶红红，面顶红红，面顶黄黄，红红搁黄。伊带伫一个厝内底，袂使互日头晒着。伊食起来脆脆。爱当甲什么物件做料理？炒鳝鱼，白菇菜，讲对啊，是对啊。白菇菜，白菇菜，形容了袂歹啊，因为咱算有药对。对。是咱伤爱食。我感觉是咱伤爱食，啊，哥，我会使提示小朋友吼，等下爱讲几个字。几个字？几个字会使讲者，好无？题目就是菜色对上大粒
上大条、甲上细粒，还是上细条？上大排第一，上细排第六，安尼有了解无？有哦，来哦，加油哦，现在噶，来开始看题目。你先来讲，你上大的是啥？你家讲。伊大大粒，伊重重，而且青色，青色的大大粒。大了了，伊滚通会使滚通。咱的。看伊迄是上我在做饮料，会当搁会再做饮料有想到一下大大粒无？甜甜甜甜，啉白第一。好来。第一，好来，我这边来这边形容，听看卖。阮上大的是食起来无好食，囡仔上讨厌的。排第二。好来，再来对详细开始讲，恁迄边先好啊。你听看卖，因迄边详细。一丝的，较早年的时阵浸过，卫生纸用水。哦，你啉讲，白第六。咱的形容。咱另外一个，嘿，咱的是啥？咱的是会使煮甜汤，麻糍。会使加麻糍啊。麻糍，车排了第啦，哎，伊讲你排第啦，后尾阮另外拄则迄个要排第五。第五。哦，安尼哦，嘿安尼你就听因的，因可能知影迄个大细。伊知你的意思啊，好，来中，你甲讲中这个是啥？嘿，当然是青色的，青色的。紧听。对是衬的色，伊内底是衬的，而且青色的。也使做凉拌。啉白第四，哦。第四啊，好。啊，另个是。好来，咱讲互伊听。内底外口是有蒜皮，甲伊包起来的。哦，皮给包起来。包起来。啊，青色的皮，啊，搁有无？细条的。伊即种是细条的你讲哦。迄是细条的。排第四。摆第四啊，你这个。好来，紧看。我排第三。啊，你即摆甲伊讲，你这边几号有物件？这边是三啦，特别丽莎，你是135，好，安尼对，啊，到底对唔对咧？咱做伙来看卖一下，现来讲。第一安怎念？当归。哦，当归，讲通做饮料哦。嘿，饮料。好，来看卖后一个是啥？安怎形容？就歹食，苦桂面。烤桂面。苦桂面，啊，拄着讲着苦啊。袂使讲苦。对，啊，搁有。烤龟汤，啊，烤龟汤，汤啊煮白汤啊煮汤。好，来后一题，安怎念？桂仔嘿，桂仔年。热天一定爱配这凉面甲凉面做伙。哎呦，来试看卖。插，擦，敢有擦？啊，伊的外啊，表。外表，我擦。一粒。后一个是啥？花美笋，花美笋，敢知是啥？玉米笋，对，玉米笋。内底外口青青，外口有迄皮蒜皮，甲伊包起来。哦，包起来。哦，皮包起来。皮包起来。后一个是啥？豆菜，恁讲恁下有种过是毋是？里面的时阵，反正就种迄个过程啊，去了解哦，迄个食物是安怎来。好，来后一个是啥？红豆，安怎讲？红豆饼，车轮饼。车轮饼，内底袂使讲红豆嘛，咱讲车轮饼的口味。好，来，咱徛较过来，咱来看卖一个，你拢总得到6题，会当摕到一个金扣扣。水哦，摕到一个金扣扣啊，后一关继续甲摕落来，好唔好？好，准备接招，现来个。爱讲才会赢，三个人会一直耍位，轮到想就爱来回答。第一阵是甲恁队长合作，看到的偌济就金箍箍通摕。第二阵换恁爱甲我对决，若是赢我，会当摕到金箍箍，准备接招啦！汉信今仔日互阮甲南国小的小朋友特别准备一条歌，要表现互你看。哦，安尼哦。准备开始，来。早会早，赶快腾升老正啊！11位金鱼尾，12位凉水怪。哇！
头先你念的迄是啥？通啊豆豆啊，讲阮听看卖无？十月十嘿，当哦，当归汤生，好对啊，放在一个鸭肉底就对啊。啊，再来咧，在一位敬一位，嘿，啊后一句。立位在一位人吹过。哦，12月人开始咧吹粿安尼。吹粿哦，哦，安尼咱就位来比赛。好来来，听好哦，请讲出相对应的单位量词。哦，这简单啦。现在噶，空喙。空嘴一个，一顺哦，你唔对。人是讲一顺啊，一分。好，四个果。一粒四个果，对。楼梯。一个，一篮，唔对，你看，你选两个唔对啊。无楼梯，互你试，楼梯。一个就一干，还有啊糖，糖一条啊，一只啊，我袂当讲一只，红包，一包红包，哎对，毛笔，一支啊，对，包裹，刀啊，刀啊，一块刀啊，哎对，我拢话，一句话，对，来菜龟，一条啊，哎对，铁马，一个哎对，鱼啊，鱼啊，一对啊，哎，船，加哎对，金纸，金纸一支哦，嘿一支，菜，一盘，嘿对，好，哦，哇楼你梯我唔知呢，看哦，一坎一坎，看卖恁得到几题？哦，有啦，14题，有半个金箍箍，好味。第一步就是讲出新的词，甲动的词。新的词甲动的词，新就是青蛙，动就是动物，啊活动，活动，哦安尼青蛙，有哦好，开始哦，行那个，当，诶活动，新蛙，生活，当，动作，动物，你嘛同款吼，新，生死，新，生啊，生新呀，双胞胎，相生，相生啊，相生，相生啊啦，对，生，诶，生想，生气，生气，动较难哦，电动车，有听咯？买学这么多。来，恭喜两题拢对，会当摕到一个金箍箍。好来哦，上尾关哦，准备接招，现在个。选你无毋对，即关要来看影片，内底会有题目，白色色甲红旗旗会讲出因家己的答案，恁着爱判断选看谁才是对的。若是选毋对，恁就会失去2位队员；若是选了对，就会当摕到金箍箍哦。待下面满豆，恁会想到啥？文旦，嘿，无毋对。我听讲遐有一个真出名的艺人，即个艺人哦是专门伫保护囡仔的守护神哦。到底是什么款的艺人呢？咱做伙来看卖一个，现在讲。大家好，我是人水阁有爱心对鲜活充满好奇心的非常市议会黄大兴。即马我人伫咧台南的麻豆，讲到麻豆，我相信足侪人甲我同款，拢会想到文旦。不过啊，咱今日来遮，其实主要是要体验一个伫咧麻豆嘛最有名的12宝家店哦。咱就请咱的团长来替咱小盖看卖啊咧。嗨，团长。嗨，开心你好。古早时代时阵啊，因为吼医学啦、科学无发达，所以讲呢，咱啊拄着破病啦，尤其吼查某人吼，有当时啊人讲查某人袂当外口黑白走嘛，啊伊就要安怎？伊只有就是去庙宇，吼去庙寺啊，就求
咱这个12宝家店啊，上早期啊，伊是咱的啉水夫人单身姑，这个信用吼，伊原本是36种，慢慢咧演变到咱台湾的时阵啊，咱就用12宝家店。咱紧来去体验看卖啊咧！我即马已经摕咱的这个道具啊，对无？所以我咧要来问咱的团长讲，咱等的主要的动作有倒一寡动作。我来甲你教一个咱庙会内底这个大戏门，吼，咱就从咱的迄个啥，咱的身躯就甲扭好长。扭好长。嘿，扭好长摇悬，对，啊，咱就再来讲外口的时候，咱嘛是甲扭好长，啊，再来就甲扭好落来。到要退后的时候就爱落来。对啊，扭好落来，扭好落来，伊啊，咱就脚甲搞一个，啊，再来讲换这边，甲搞一个，搞一个，安尼就较水。大家敢有发现这个雨伞顶悬有一个足够水的油画的图？讲到油画，我特别问大家哦，倒一个甲油画有关系的知识是正确的咧？甲油画有关系的知识，红记记白写写。白写写摕金箍扣位遮来，互你摕到宝藏会笑嗨嗨。这个油仔皮呢，会当当做无仔滴，嘛会当滴伫这个动物盘的头壳顶。重点是哦，这个油仔皮内底的油会当防止这个动物盘生杀母，安尼你知影无？油仔的油生杀母会防止生杀母，敢安尼咧，红记记。红记记来到贵宝地，听我的绝对无问题哦。我甲恁讲啦，这油仔皮吼，内底这油仔油甲挤出来了后呢，会使吼防止咱这个家具的压渣会当甲伊佚佗清气，而且吼佮会产生一层保护油，安尼知影无？谁讲较有道理咧？恁听起来？红记记啊！我感觉伊有保护着迄个家具。家具的效果就对了。所以恁选的是红记记。敢安尼？所以恁选的是红记记。敢安尼？其实油仔皮哦，是袂用个滴伫动物仔的身上，是伫头壳顶，迄是无好的哦。因为油仔皮伊有含迄落柑橘油，伊会刺激伊的迄个皮肤，啊，佮有伊的气管，迄因会无爽快，所以千万唔通安尼做，好唔好？好，咱来看卖后一题。我头拄仔咧排练时，我就想到一个问题，就是像怎变来遮爱挂面具啊？早期咱这个12宝家店，伊是爱查甫还当参母，但是你查甫的面路啊，安怎看？嘛无成，对，做囡仔遮尔水，吼爱用伊的动作，啊来呈现着这个做囡仔的水。今仔日啊，咱真欢喜会当甲咱的团长，还有咱的小朋友，还有咱的阿姨啊，做伙来体验这个12宝家店。12宝家啊，伊其实毋是干那会当保平安尔，你若有想要生囡仔，还是想要有新的话，拢会当来甲伊求哦。讲到生囡仔，恁敢知影生囡仔的另外一种讲法是啥物？生囡仔的另外一个讲法，红记记白写写。算我无唔对，
答案就是抱囡仔，因为三宝咧在生的时阵呢，这个姿势爱甲抱好，囡仔出来爱甲抱好，所以呢，以前甲即马流传会当讲哦，抱囡仔，安尼你知影无？干嘛呢咧抱？对哦，我的答案吼是捡囡仔，是安怎呢？因为吼以前的查某人咧生囝是坐腰桶生，啊囡仔出世的时阵呢，这个三宝就爱去甲伊捡起来，安尼知影无？我感觉是坐下下，因为是抱出来。抱出来，抱出来这是抱哦，唔是抱哦。我感觉安尼就危险。嘿，哦，安尼呀，你就要选红琪琪。好，所以恁选的是红琪琪。敢安尼？无唔对啦，就是捡囡仔。捡囡仔。因为捡吼，就有整理，啊甲即个接生的意思。啊抱就有迄个咱巴共巴结，抱是抱踏踏。嘿，所以是即个字。恁拢总得到2题，会当摕到一个金扣扣。恭喜哦！真好哦。甲南国小的小朋友真厉害，3个金扣扣，啊毋过敢摕到宝藏咧，恁来讲。真厉害，3个金扣扣，3届的机会。想要选倒一个动物9号。9号。好，来手甲放起哩。轻轻啊！我讲请饲落的时阵才饲落的。第二金扣扣9号，请饲落。哇！无9号。有动要选倒一个咧，甲机会让我恁。哪里好来。老师。啊，手甲我的哦。加油哦！哪里第2个金扣扣，甲南国小小朋友决定要选哪里，请饲落。剩一个尔。 3届机会呢，2届共估啊！要安怎？剩一个金扣扣，选择的是梅花鹿。加油啊！若是无对，敢会有准？会哦，命运的安排，好不？所以决定是梅花鹿哦。上尾一个金扣扣，请饲落。对，咱的米干啊！送你2栋老厝。第一个细项的呢是这个台北的101。哦，这101啦。对。大号的是啥呢？意大利的比萨斜塔。比萨斜塔。我即摆搁要颁奖，另外一个奖就是因哦，迄唱囡仔歌，唱甲真厉害，搁吊顶，啊，搁甲迄早来咱非常了不起，一定要鼓励一下。金扣扣。 金扣扣，真正无遮好康的代志啊啦，真正是非常了。